各位，我係李慧詩。青衣一間紡織廠夜晚起火，現場係長達路青衣工業中心2期 D 座11樓。警方繼續封鎖前日發生4級火嘅長沙灣麗昌工廠大廈。火警中受傷嘅3個消防員，仲有1個要留醫，情況穩定。消防處表示，新一批煙霧裝備舊年試用嘅時候曾經出現問題，不過已經改善，下個月可以全線使用。報道。公務員薪常會建議降低學位公務員入職薪酬大概2000蚊，指佢哋嘅入職薪酬遠高過市場水平，有需要下調。薪常會表示減幅已經少過市場差距，以保持公務員薪酬穩定性。針對港人換回鄉卡號碼尾數改變，喺內地辦理法律事務遇到問題，港區人大代表引述公安部表示，會推出新嘅電子版回鄉卡，將尾號分開，以免混淆。而新卡最快出年面世。由吳怡婷喺北京報導。舊年有超過100萬人換領回鄉卡，有市民就投訴拎住新卡喺內地銀行辦手續、申請車牌，甚至係過關都好唔方便。泰國前總理他信支持者計劃星期5開始號召數以百萬民眾舉行反政府示威。當局宣布實施國內安全法，應對可能發生嘅暴力衝突。南韓傳媒報導，北韓陸軍最近設立一個中程導彈師，顯示自從07年開始部署新型嘅中程導彈以嚟，已經發展至一定數量，要設立一個更大嘅小組，專責運作中程導彈。各位，而家先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有其他消息。翻嚟新聞時間，美國第2大能源公司雪佛龍計劃擴充上游業務產能，公司預計跟住睇下其他金融行情。翻嚟本港，電訊盈科舊年純利增長1成8%，公司並恢復派末期息。報道。港鐵公布全年業績賺96億，純利增長1成6%，部分嘅利潤嚟自發展物業。而港鐵今年會有5000個住宅單位發售。琴報道。另外，港鐵將會喺6月檢討票價，但係拒絕評論加價嘅機會。有學者預料今年嘅通脹比舊年高，將會可以令到港鐵達到加價嘅門檻。好。一個61歲嘅會計師俾錢同3個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，被判監4年8個月。西班牙東北部遭受25年嚟最嚴重嘅暴風雪吹襲，當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。美國副總統拜登到中東訪問，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談。NBA 紐約人同騎士都喺主場險勝對手。本地高級組銀牌籃球賽，超敏喺富方首輪勝出。黑色衫嘅超。講埋天氣預測多雲，天氣好凍，最低氣溫大概8度，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，最高氣溫大概14度，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北風，風勢有時疾勁，稍後風勢減弱。展望聽日朝早仍然係好凍，本週後期天氣回暖。跟住我哋睇下世界主要城市嘅天氣概況。